彰化市延平公园的地下停车场，伫今年2月初正式启用，提供300个停车位，阁有游乐器材。有不少家长拢会带囡仔来遮耍，不过民众反映讲，会当坐一个所在实在是伤少啊。若是热人要来遮耍，恐惊是会挡袂掉。 公园内有出溜笼、溜索啊，各种的游乐器材，囡仔人耍甲喙笑目笑。精湛基础建设计划的彰化市延平公园地下停车场，时间2年，伫今年2月正式启用。逐日拢有袂少人来公园散步佚佗，但是有民众反映，会当坐一个所在伤少啊。设备了袂歹，真好。啊，毋过有一个缺点就是树荫太少，热人的时阵可能这时阵无法度来佚佗。夏天去哪里都一样，所以我也不会想来这边。夏天每个公园都一样啊。除了无树通休凉，电动停车格互一般轿车占用，嘛有民众反映游乐器材的防护措施无够，对囡仔较危险。相关单位嘛到现场了解状况。一寡较悬的所在，伊下骹就要铺一寡较软的这种地垫。 啊，透过这地垫，和囡仔人在耍的时阵会当安全。因为我们公园上面是公所的权责哈，我们会请公所来一一的研究考量，看纳入权责，然后包含地下室的部分是停车场的部分是交通处所管养的部分哈，我们也会请交通处在研议在追踪一些办理一些相关的措施等等。 关府工务处表示，会赶紧增加游乐设施的保护措施，其他在一个设计停车场的部分，牵涉到无同的权责单位，会整理民众反映的意见，甲市公所、交通处等部门研究如何调整这个欠点。记者杨淑晴，彰化报道。